小朋友好，我是阿峰。今日呢，是我来同到乡下上课咯。做乜嘅香香先生冇來呢？哦，原來啊，香香先生啊，佢要準備5月節拜拜。原來香香老師要準備端午節拜拜，所以呢，他派出我來陪你們一起上課。今日呢，你要上乜嘅課呢？今日要上嘅課就是要來陪到鄉下看一個人工的書。今天我們要上的課呢，就是我們一起來看故事書，有歡喜嗎？耶耶耶耶耶耶！好，等下在看書以前，你鄉下還要來個香香先生講要複習一拜心情歌。在看故事以前呢，香香老師說要先複習一次心情歌哦。好，那我們先唱完心情歌，你先唱好心情歌，將來談故事咯。你就要來看咯。彩色怪豬喜好教，嗨，彩色怪豬，我會同講一件事情哦。今日係你上學嘅第一日咯。學教係乜嘅東西呀？係唔係一個當危險嘅地方？地背有惡聽嘅嘅動物嗎？係一類做得帶我比起來嘅魔法園嗎？也係一座萬愛都會喊講嘅神啊！來，老鼠把起來，然後你需要嘅東西都裝你鼠把底度。上課啊，要戴安全帽，丟到流沙時要用到嘅小嘅數天筒，還有真正愛神人嘅木匠。
韓國預防皮膚嘅藥水，韓國預防萬一有乜嘅危險嘅雷沙蟲。喂，巴肚啊，很多東西上去哪呀？帶定一本筆記簿誒，還有做些嘅衫褲、手拉咧。彩色怪獸，唔看，也係唔嘅好搞，我到啲也會當歡喜，拜拜。也係唔嘅先生 Teresa， 也係唔嘅教師。咦，彩色怪獸走哪去啊？來認識嘅同學吧，也係小娜、Lux、拉拉、Madam、Max、Satan、Co、Lia、Chloe、思源。早晨，我哋愛教音樂遊戲，彩色怪獸，你很強哦，單槍一絲絲的。走音聽聽哦，嘟嚕嚕啦啦嚕啦啦啦。接下來 ，Teresa 會講古本言堂，彩色怪獸，我知道唔正經當校聽人講古呢。過來，我哋可以遊戲起教。彩色怪獸，有潛到吊公公嘅了麼？嘿，怪獸，我都沒想到。吃飯以前要先一篇書，記得一天要寫書哦。滴滴滴滴滴，彩色怪獸，你給做乜嘅？啊，做唔得啦！到嚟鬼主編。我哋都要咧，哇，好得咯！你還係吃飯時間，彩色怪獸，唔看有糖，還有可樂餅，做唔得，做唔得，做唔得，高師傅！彩色怪獸是爆咧，佢寫到死板的高師地度，小朋友全部啲嘅水當住，大部分都睡落覺咧。啊妹哦，彩色怪獸會舔高呢。下晝我哋去體能教室發通一下。對彩色怪獸嘅神風跳過去，跳過來，實在很好搞呢！跳跳跳，大家懂唔會跳哦？前面我哋來畫圖吧，今本日我哋要最戰鬥嘅馬道，彩色怪獸。彩色怪獸佢會變色，實在很好搞呢！你看，等一下我會攞佢變做紅色。哦，有人來接我哋轉屋咧，你下我講章來了咯，你啊實在是很神奇嘅意義。再見 ，Teresa， 章來了，好搞，一戰的哦，我哋天公你好耐麼？吃到有一些些的甜嘞。彩色怪獸喜好搞。哇，小朋友，故事係唔係挺好聽啊？故事是不是很好聽啊？耶！然後故事講說了以後呢，下一節課我們再來一起分享故事裡面的內容哦。現在倆下，你又會來看分享影片嘅時間咯。現在我們又是來分享影片的時間咯。
今天会有哪一些同学出现在我的影片里面呢？那么，安妞，你就来看咯。唱。好，我想请他今天我懂分析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我在开家玩面会很多分析，喝到玩荡秋千还有跑步，客家话怎么讲？你看这样子呀，啊？就有听呀。我想要回去学校救，好啦。小朋友给我捏100斤130呐130，看看天时还用饭，因不因是还落水天。正1号。好戏。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你会被打死。都在吃饭，人保护。眼追脑你，眼追脑你。本來阿傑老眼係好朋友。一个嘛，好好。唔過見本嘢冇強用，唔高，顶不硬，某香香。没想到你小子居然有这样。阿傑都定然後啦，佢特別超上愛做噃，阿特別橋鐵行票錢嘅人全係佢，爸爸是求危险你。第一個蠟筆你唔肯將你。不一天天还礼拜几，礼拜干呐，礼拜三，空空天气黑猫呀，今不天气黑好天。好了。耶！小朋友给我们看礼拜几，礼拜三啊，礼拜三，看看电视黑用吧，今天是黑后天日。要把样片低度蒙你，没有关系。如果这一次的影片里面没有你，没有关系，下一回就有你了哦。欣赏等你给样片哦，老师等你的影片哦，就按钮咯，拜拜，张来了。